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以賽亞書第22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預言聖城會滅亡，舍伯那撮同被忘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以賽亞書第22章論異象谷的默示。有什麼事使你這滿城的人都上房頂呢？你這滿樹涵大有喧嘩的城，歡樂的邑啊！你中間被殺的，並不是被刀殺，也不是因打仗死亡。你所有的官長一同逃跑，都為弓箭手所捆綁。你中間一切被找到的，都一同被捆綁。他們本是逃往遠方的，所以我說你們轉眼不看我，我要痛哭。不要因我眾民原文作文裏的毀滅，就竭力安慰我，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使異象谷有潰亂，踐踏煩擾的日子，城被攻破，哀聲達到山間。以蘭帶着箭袋，還有坐戰車的和馬兵。吉珥揭開盾牌。你加美的谷遍滿戰車，也有馬兵在城門前排列。他去掉猶大的遮蓋，那日你就仰望林庫內的軍器。你們看見大衛城的破口很多，便聚積下池的水。又數點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將房屋拆毀，修補城牆。又在兩道城牆中間挖一個聚水池，可勝舊池的水。卻不仰望作這事的主，也不顧念從古定這事的。當那日主萬軍之耶和華叫人哭泣哀嚎，頭上光禿，身披麻布。誰知人都歡喜快樂，宰牛殺羊，吃肉喝酒，說我們吃喝吧，因為明天要死了。萬軍之耶和華親自默示我說：這罪孽直到你們死斷不得赦免。這是主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主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：你去見掌銀庫的，就是家宰舍伯那，對他說：你在這裏作什麼呢？有什麼人竟在這裏作墳墓？就是在高處為自己作墳墓，在磐石中為自己作出安身之所。看哪，耶和華必像大有力的人，將你緊緊纏裹，竭力拋去。他必將你滾成一團，拋在寬闊之地，好像拋球一樣。你這主人家的羞辱，必在那裏坐你榮耀的車，也必在那裏死亡。我必趕逐你離開官職，你必從你的原位撤下。到那日，我必召我僕人希勒家的兒子以利亞敬來，將你的外袍給他穿上，將你的腰帶給他繫緊，將你的政權交在他手中。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家的父。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，他開無人能關，他關無人能開。我必將他安穩，像釘子釘在堅固處。他必作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，他父家所有的榮耀，連兒女帶子孫，都掛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，從杯子到酒掛上一樣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當那日釘在堅固處的釘子必壓斜，被砍斷落地，掛在其上的重擔必被剪斷。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22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預言聖城會滅亡，舍伯那撮同被忘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預言聖城會滅亡，舍伯那撮同被忘。
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20章埃及古實皆被擄，赤身露體小到老。第21章巴比倫滅，看明白警告到馬阿拉伯。第22章預言聖城會滅亡，舍伯那撮同被亡。想一想，為什麼聖城會滅亡呢？